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1月1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3篇，约伯记21章17节到34节，约翰二书第1章第1节到1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爱。今天的约伯记的经文呢，记载在他的朋友拿玛人说了话以后，约伯的回应。当然在他的言辞当中是充满了许多的不甘心的埋怨似乎他在表达是上帝是不公义的，而且完全不爱他。约伯记21章17节到34节，约伯这样的回答埋怨：邪恶的人灯熄灭过吗？他们当中有人遭遇过灾难吗？上帝曾经在愤怒中惩罚过坏人吗？他曾把他们吹散，像风中的麦秸吗？他曾把他们卷走，像暴风雨中的尘土吗？你们说上帝为了父亲的过犯而惩罚儿女，我认为上帝应该惩罚罪人本身，让他们承担自己的罪。罪人该接受自己应得的惩罚，他们该体验全能者的愤怒。人在世的岁月快尽时，他还关心自己儿女的幸福吗？上帝尚且审判居高位的人，人还能够教导上帝吗？有人一生健壮，至死享受平安幸福，他的腰部满有力气，他的骨髓滋润。有人始终没有快乐，一生充满痛苦。但两种人都一样的死，被埋葬在尘土里，一样被蛆虫掩盖着。我知道你们心里的念头，知道你们诬害我的阴谋。你们问那霸道的人家在何处，那作恶的人住在哪里？你们没有询问过路人吗？你们不知道他们带回来的报告吗？在上帝愤怒和惩罚的日子，邪恶的人往往得以逃脱。有谁当面指责那邪恶的人？有谁因他的恶行报复他？当他被抬往坟场，葬在守卫周密的坟墓时，送殡的行列浩浩荡荡，连泥土也对他的尸体献殷勤。你们呢？竟想用空话安慰我，你们的应答句句荒谬。约伯当然也抱怨他的朋友了，不只抱怨上帝。他说他的朋友们竟然都是用所谓的空话来安慰他，他们所说的句句是荒谬。约伯似乎在控诉他的朋友不是因为真心的关心他，真心的爱他，来陪伴他度过艰难。约翰写书信提醒基督徒，在这个书信当中提到了夫人，夫人所指的其实是教会，以及提到的儿女，指的是教会内所有的信徒们。约翰他表达了对教会的爱，以及所有追求真理的人，愿意遵守上帝旨意的人。约翰二书第1章第1节到13节这样提到：我是长老，我写信给你蒙拣选的夫人，也给你的儿女。你们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你们，所有认识真理的人也爱你们，因为真理在我们的心里，而且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愿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恩典、怜悯、平安给我们。
使我们始终生活在真理和爱中。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在你的儿女当中有遵守天父命令、生活在真理中的人。所以，亲爱的妇人，我请求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我要向你提的并不是一条新的命令，而是我们从起初就领受的了。我说的爱，就是我们必须遵从上帝的命令。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以爱为生活的中心。许多骗子已经在世上到处活动。你们公开否认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事实，这样的人是骗子，是敌对基督的。你们要小心，才不至于失掉你们所成就的，而是能够得到全部的奖赏。要是有人不持守基督的教训，反而偏离了，就是眼中没有上帝。那持守教训的，就得着了圣父和圣子。要是有人到你那里，不是传授这个教训，就不要接待他到你们家去，也不要向他问安，因为向他问安等于在坏事上跟他同流合污了。我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们，但我不想借着笔墨传达。我希望亲自去探望你们，跟你们当面倾谈，好让我们的喜乐满意。你那蒙拣选的姐妹，她的儿女们向你请安。约翰所强调的真爱，就是必须要遵守上帝的命令。这命令的中心就是爱。起初的爱就是来自上帝，因为上帝真爱世人，正如同约翰福音3章16节所说的，上帝甚爱世人。因此，上帝也命令基督徒要遵守他的旨意，来彼此相爱。诗篇123篇，在天上掌权的上主啊，我仰望你，正如奴仆倚靠主人，婢女倚靠女主人。上主，我们的上帝啊，我们仰望你，直到你怜悯我们。上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已经受尽轻蔑，我们已经饱足富足的人戏弄，受够了骄傲的人的欺凌。我们知道真心彼此相爱不是容易的事，但我们更明白这是上帝的旨意和命令。恳求主帮助我们，愿意遵守上帝的命令，以上帝的真爱彼此相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